柔绵、俗称糯米腔的徐调，听来宛似虚云氏。但凡熟悉评弹的书迷一听就知，原来是徐派传人佼佼者范林元的演唱。范林元出生于上海青浦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当初对上海评弹团招生时，连什么是评弹、评弹艺术的技术天赋，被蒋月泉等前辈艺术家视为可造之材。范林元的嗓音高亮，很适宜弹唱徐调。进团后，被徐派传人孙玉婷收为义徒。从此，范林元在老师培养下和自身的努力下，在继承徐派艺术的实践演出中，用范林元的话来说，当初他的生活进入了军事化状态，除了起床睡觉，就是听书背书说书，整天与三弦琵琶在一起。不经一番风霜寒，哪得梅花扑鼻下。伶俐聪明后宫人。这首徐调代表作《狸猫换太子》，范林元24岁时曾经为老首长纯云同志演唱，让老首长听得津津有味。这给范林元一生中留下了一次幸福的回忆。孤山探梅则是范林元弹唱的另一首佳作。料峭春寒百花稀，范林元唱来音色柔和，婉转清丽，唱出了一派初春的风光。料峭春百花稀，靠子
弟子善意，兵将西转更千里。分明岳母非把金风算起，所以读书靠听命梅花大绿地，一生妓女花飞。我今日眼睁开，不必风的美，说风里听话，不是靠窗去。妈嘿嘿，吃饭，对灯来你。春归时，妃子天红，这花雨我是银色花丛，做成泥花成泥。去哪里？为他人不加以清捐，莫想农家去。梅花虽大，离山飞。说的。
都要仔细的翻阅，不断的充实自己，并期盼着能把徐派三孝代代相传。我到春夏了让花有种香味，恭喜良好的水彩水一路往花家而来。啊，姐姐，有公主，今日与你花有种相会，真是天机之意有。可不能够请姐姐轻易礼报。喏，我们的那水这落梅林中，代代中曲口喊万恩。谁什么姐姐当心了？公公，你不问了。姐姐请呐，公公请。但还与也必说风铃，喏，你还必有心事，我还必有费力。与你相逢懂得看无上情。公公啊，你是谁有花马城的美丽夸起来抵达谁家妹楼神通说不与女牙病真给了药家去你们许可他莫其事，你还必落枝红旗非为家中，奴归他岂能是何处？红飞小妹他悲，你爱他什么？侬爱他。
关，今起身啊起身，你怕子来自为谁？你还背什么？自己自动被你都自尽啊！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可惜了！哎，可惜什么？最后你相夫来做的。小弟盖着地山下死，都是为了你汉姐姐啊！他们两生同把那家家人。才是上一头事业的时间，下面那会比较走的，就像无意之中，假飞那个走的，砰一踢，咚，走的得到50里个是必不杀青，两个标志面孔在这个身上，还有一有生气在50里一口嘛，妙啊！那几杯落花为水泥，这组里到市里面还有4伙个了，但是个4伙一人移过来没瞧得，谁家遇到吹向市里印子的面孔上下，一些吹向哪个地方面孔上望了，谁是的追问的呀？啊，姐姐啊，你看呀，看什么？你看姐姐是喜欢自己最美，吹响一口没黑，的确呢，一人的似乎移过来呀，一家吹响面孔那下。吹响比这个烂桃不在，吹中身在人生开，真的那口的辰光，现在闺蜜的呀吞了过来一盆水茶，谁下去吞了绿金子的火锅的哟。哥哥，姐姐，你看呀，你看中汤是吃了谁啊？当把我在市里一口没的确呢，一到问市场，看那种印子个红毛的哟，当然这个一问生死了，厕所中比这个来了的当把我对吧？在心想妈妈，你比这个来他，我比个来了的。来了的了，他不来了的，我可大美海，姐姐呀，你们最美的，我是吃2岁，我们早起提供来办一个戏，什么戏？那。与你家里等于这对老夫妻相随，一个陪随风雨里，
说书固然不及做生意致富，我们就是认定了说书这个命。这普普通通的语言，倾注了他们对评弹艺术的一往情深。舞台、书场、城市、乡村都有他们的足迹，那里有他们的知音。电台、电视台也成了他们常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们更广泛的观众。结合现代高科技，让徐调唱出今日生活的更强音。从这首评弹佳作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他俩前进的步伐。宋思云翠女，立法横门最吉祥。少中奉祀谁能敌？后老贵妃为民
灭去一位别军人那来，快来拜祭之位，身在后老贵妃，大周吕贵长、吕布、吕将军。是来了。是平日靠岁月，一入新欢，别中要分离大费，呀妹要想起些人，在比比飘飘啊飘，文明飘上了剧院。
府的水人下，请你美醉一杯，为公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